的菜话，甲我真嘛就无关系。土臭的态度，听得到的。哎呦喂！生计的菜话，搞个死计话，这款的人看得到这。传的到的叫的百话没够话，讲了无语是上实话。唱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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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行话，会互人当作神经病。因为我变假说话听得到的。哎呦喂！喂，哪会无人伫咧讲话？钱怎讲话？喂，你甲恁爸挂电话？我真正是，哎呦喂！哎呦呦！哎呦呦！啊，你平常会机会请人兄弟会？我真可以，咱学话。地位钱话啥呢？就是家己人会讲味咩？酒会醉会地位王会上心，这就爱闭门讲话。做过机会囡仔会听较平。哎呦喂！啥会以为啥会地位无了？我一句讲嘛袂了诶。啥会就会几位空空。但我这就无够嘅。我啥物话？上水准是台湾话。你以为我会稍微听得懂的？哎呦喂！喂，哪会无人伫咧讲话？啊喂，你嘛着靠紧讲话。喂，你哪会拢无爱讲话？真正是，哎呦喂！喂，那么会叫你面叫人讲话？啊，不是我喺度，哎呦！哎呦！